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来拆解一份非常特别的笔记资料。没错，这份资料真的蛮特别的。对，这份资料叫做《家道昌盛与齐家之要》，也就是探讨建立繁荣家庭的10项核心要素。当我们在现代社会谈论一个家庭的兴旺或是财富的时候，你直觉会想到什么？通常第一直觉就是看具体指标嘛，像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啊，或者房地产有几笔，对吧？对啊，还有家庭成员的社会阶级之类的。我们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思维，觉得就是只要资源足够多，这个家自然就会好。确实，但如果今天有一套流传已久的公式，告诉你一个家庭真实的运势，其实是由每一个成员的内在状态精密计算出来的呢？哇，这个切入点就很不一样了。真的，这份资料探讨的10项核心要素，它不仅仅是在谈论实质的钱，更是提供了一套全方位从内到外走向昌盛的系统性思维。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带你看透这套思维背后的运作逻辑。没错，当我们仔细去阅读这份关于家道昌盛的文献时，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拆解一个微观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这个词用得很好。对，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文献把家庭的整体福分跟每一个成员的个人状态还有责任紧密绑在一起，这是一种高度系统化的组织思维。他不把家庭的成功归咎于单纯的运气，也不觉得单凭一个人的拼搏就能撑起整个家的长治久安。他是把家庭看作一个各司其职、互相牵动的复杂网络。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这份资料之所以叫做10项核心要素，是因为它把家庭的繁荣具体量化成了10个支柱嘛。对的。我们首先来看构成这个系统硬体架构的前4个要素。这4个要素直接对应到家庭中的4个核心角色，也就是母亲、父亲、长者还有孩子。这4个基本角色，资料里写的非常明确哦。母亲的状态决定了家庭的福气，父亲的状态决定了家庭的禄位，也就是地位跟实质资源。然后家中的长者决定了家庭的长寿状态，最后孩子是决定整个家庭的喜悦。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他强调的不仅是谁做了什么，而是他们处于什么状态。状态，对，这点很重要。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洞见，而且精准点出了我们现代人常有的盲点。我们现在常常有一种迷思啦，以为只要家里有一个人特别会赚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种感觉。没错，就是觉得只要某个人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就能把整个家庭的运势拉抬起来。我们太看重禄位这个单一指标了。真的，大家都只看禄位。